親愛嘅朋友。今晚我哋多謝天父，佢帶領我兩位好親愛嘅弟兄姊妹，斯文小姐同埋譚德章醫生，佢哋有同聲都見證住上帝嘅恩典。佢哋嘅人生裏邊，佢哋都係面對住衝擊、問題、低潮，但係佢哋感受到，佢哋接受上帝藉住主耶穌基督帶俾佢哋嘅醫治。你願唔願意咧？頭先咧，唐醫生已經發出咗一個咧唔係空頭嘅一個嘅入場券，係真嘅入場券。如果你願意嘅，其實就好簡單。我想大家要求大家咧，就打開你嘅秩序表裏邊咧，有一份我哋叫做回應表。整解大家喺回應表度咧，簡單填上，其實有個好簡單嘅格仔咧，你剔就得㗎啦。如果你有問題嘅，你可以嗌帶你翻嚟嘅朋友幫你嚟到去填。下面有3個嘅問題，第一個就話：如果你願意今晚你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咧，請你剔第一格。第二格就係話我今晚聽到好多嘅唔同嘅道理，但係我想更多嘅認識，你請你剔第二格。又或者你以後嘅話，我都希望可以接觸教會裏邊一啲活動。下面有3個俾你選擇，可以填晒3個都得㗎。你話我對崇拜團嘅查經有興趣嘅，請你都剔。剔完之後，我哋需要你將你個名字填上去，同埋一個好簡單嘅聯絡，因為我哋教會會嚟過繼續嚟到去聯絡大家嘅。咁我以後咧就請大家用1分鐘時間嚟到去將呢個嘅表了填。如果有人冇筆嘅咧，請你舉手，因為我哋附近咧都已經係有啲擺咗啲嘅筆喺度㗎啦。如果你嗰個位置裏邊咧係冇筆嘅咧，請你舉手，我哋工作人員咧就會將呢個嘅筆嚟到去送上。係啦，咁我哋都請咧邀請今日你帶翻嚟嘅朋友咧，如果你嘅朋友帶翻嚟嘅時候，我哋下邊有一格就係你如果認識本堂教友咧，如果有咧你填落去啦。咁有邊個帶翻嚟？